嗱，今日講咩好？身體未好返晒，但都繼續錄啦。等咗90年嘅嗰一條法律係香港殘酷對待動物同埋香港動物保護動物嘅框架嘅改革。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 Fasting Report 第21集。大家好啊，我係 Mike，係後邊嘅 Mike 咧。咁但係而家我哋換一個畫面，有個人咧就將隻狗咧就韞咗喺一個6個平方尺嘅籠裏面，長達數年嘅時間，唔帶佢去散步，唔帶佢去睇獸醫，睇住佢慢慢咁瘦，慢慢咁衰退。你就覺得法律能夠做啲咩呢？嗱，可以同大家講個現實，喺現行嘅香港法律底下咧，好可能係乜嘢都做唔到㗎。唔係因為執法人員唔想做，而係因為法律根本冇俾到佢哋可以介入嘅門檻。嗰隻狗咧喺法律嘅眼裏咧，仲未有充分受苦嘅標準達到。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啲數字，記住佢啦，大家。嗱，2020年去到2025年6月咧，漁護署收到嘅宗嘅，即係0.4%。而喺2020年至2024年期間咧，根據狂犬病條例第22條棄養動物罪成功檢控嘅宗數咧，更加只係錄得0宗。喺2026年4月，申訴專員咧向漁護署發出咗報告啦，裡面指出咗45項咧俾漁護署嘅改善建議數目嘅，漁護署咧係全部接受。23年至25年期間咧，喺香港法院裏面咧，被裁定動物殘酷對待嘅罪行總數咧係達到82宗。喺22年、23年、24年咧嘅毒狗案宗數咧，每年都超過50宗㗎。22年有54宗啦，23年有74宗，24年有71宗，但冇一宗咧能夠成功咁追究。嗱，換算一下，唔夠0.4%， 1633宗嘅投訴，6宗檢控。呢個唔似係某個部門嘅個別疏漏。呢啲唔叫做執法不力，呢啲叫做法律上面咧有等於冇，一條條文寫喺紙上面，但現實上並不存在法律。喺能夠追究之前咧，就已經過咗期啦。咁等我講清楚呢條法例嘅歷史由來係點樣，等大家知多少少。因為往往有時候你能唔能夠知道嗰個政策問題或者政策事情嗰個背景咧，個歷史由來咧，好影響到你究竟你會諗到啲乜嘢解決方法出嚟。香港法例第169章1935年立法，佢嘅來源咧係1911年英國嘅動物保護法 Protection of Animals Act 1911。英國自己喺2006年咧就用咗條新嘅動物福利法 Animal Welfare Act 2006取代咗嗰條舊嘅法律。佢哋理由咧就好清晰㗎，佢就話1911年個框架咧就已經過咗時，冇辦法回應現代社會對動物保護嘅期望，所以咧就換咗佢啦。咁香港咧，我哋繼承咗嗰個框架咧，基本上係原封不動沿用咗90年。90年嚟，我哋修訂過3次，咁啊。或者點樣處理複雜或者長期嘅虐待案件咧，每一次都係冇觸及到嘅。咁所以呢條法律最核心嘅問題係啲乜咧？我採取任何正面嘅行動去保護動物嘅福祉。你可以係一個唔夠好嘅主人，令到動物咧喺你嘅照料底下咧慢慢衰退。但只要你冇達到不必要受苦呢個法律門檻咧，你就冇犯法㗎啦。2010年咧，即是10幾年前啦，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同愛護動物協會咧就做咗份聯合研究。當時嘅結論係，當局咧就必須咧做到一樣嘢叫袖手旁觀，等動物咧已經被主人咧傷害咗之後咧，法律先至容許佢哋咧去做任何事。咁呢個係2010年當時講嘅説話。咁而家係2026年，呢句話咧仍然係成立。當局仍然係需要袖手旁觀，等到動物被主人傷害之後，先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2019年政府做咗一次公眾諮詢，2507份意見書，88%原則上支持改革。改革嘅方向有3個，一個就係訂立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加重罰則，城市咧依然都係未見到嘅。睇完本地，當然都係要睇睇台灣。呢4個地方有2個係香港嘅直接法律嘅祖先啦，或者咁講，有2個係同香港非常相似嘅亞洲城市。而呢4個地方咧，無一例外咧，都比香港咧走得遠好多。英國係本地動物保護法例裏面嘅我哋嘅祖先啦。咁而家條例咧就係2006年嘅 Animal Welfare Act 啦，再加埋佢哋喺2021年咧已經作出佢個量刑咧作出修訂。咁佢嘅特色咧就係首創咗謹慎責任。主人咧係需要主動確保動物有基本需要，包括食物、獸醫嘅護理、適當嘅環境。違反者即使冇未造成傷害咧，亦都可以係犯罪嘅。咁最高刑罰咧就係造成不必要嘅痛苦嘅前設底下咧，係可以作出無上限嘅罰款，同埋最高5年嘅監禁。英國嗰條例咧係香港第169章嘅源頭。咁但係英國喺2006年咧已經意識到咧1911年嘅框架，然後喺2021年咧英國再一次修訂，將最嚴重嘅殘酷行為咧最高嘅刑罰咧由1年提升到5年。係 RSPCA 即係英國嘅愛護動物協會啦，均有調查啦同埋起訴嘅權力。好啦，第二睇睇澳洲啦，呢個係聯邦法例嚟㗎，適用於澳洲各州嘅動物保護法啦。例如話我哋有昆士蘭嘅 Animal Care and Protection Act 2001啦，或者南澳佢哋2024年通過嘅新嘅 Animal Welfare Act 都好啦。所有州份咧都設有謹慎責任條款，明確要求主人咧提供適當嘅食物、水、居所咧同埋獸醫嘅護理㗎。部分州咧，例如南澳咧，更加設立物種嘅特定實務守則，違反守則咧亦可以作為定罪嘅證據嘅。最高刑罰昆士蘭咧係最高可以罰大概30零萬澳紙或者3年監禁。南澳咧最高嘅個人刑罰咧可以達到25萬澳紙同埋10年嘅監禁。澳洲嘅做法係話咗俾我哋聽一件事：謹慎責任條款咧可以做得好 broad brush 對睇嘅行為。違反實務守則唔等於直接犯法，但係定咗個人最高10年嘅監禁，顯示咗西方咧主要地區咧都喺度大幅加注喺動物權益方面嘅保護㗎。新加坡啦，近少少有一條1965年訂立2014年修訂嘅 Animals and Birds Act 啊，咁再加埋咧佢哋有個新嘅 Code on Animal Welfare。裏面咧條例裏面咧第41大 C 條咧設立咗正面謹慎責任，即係任何動物擁有人同埋照顧者咧都必須依照動物獸醫局發出嘅動物福利守則咧去照顧動物。違反嘅話咧，即係違反即屬刑事罪行。首次違規咧，罰款最高係1萬蚊波子或者監禁12個月；再重犯咧，罰款就可以遞增至2萬波子或者監禁最高2年。喺2024年咧，新加坡錄得961宗動物殘酷對待同埋動物福利投訴嘅案件啦。呢啲個數字咧，新加坡嘅民間仲提高罰則。呢個地方值得香港特別關注㗎。新加坡方向嘅完整版本。換言之咧，其實香港2019年提議做嘅嘢咧，新加坡2014年咧就已經做咗㗎啦。好，睇睇台灣。台灣咧，1998年咧就住動物保護法立例，2017年咧作出重大修訂，2026年1月再提修訂草案。17年嘅修訂案之後咧，嚴重虐待動物，例如話導致佢傷殘啊、器官衰竭或者死亡咧，最高係判2年有期徒刑。即犯咧係最高可以判5年㗎。2026年嘅1月咧，行政院再提咧草案，以進一步加重刑罰同埋強化咧一啲棄養嘅規管。最高刑罰達到最重係5年嘅監禁，罰款20萬新台幣至200萬新台幣。2026年嘅草案咧，亦都將個罰則咧建議提升至30萬新台幣或者300萬嘅新台幣。台灣嘅故事咧
都值得香港去借鑑㗎，唔係純粹法律嘅內容，每隔幾年就有一次有實質意義嘅修訂。而好啦，睇完晒啲背景啦，其他地方點做啦？我哋有啲咩問題呢？三個問題，我哋好快咁睇一次。第一個問題，政策問題，法律冇預防機制，現行法律咧冇要求正面要求任何人咧對動物嘅福祉咧要承擔責任。佢嘅全部設計都建立喺咧懲罰已經發生咗嘅殘酷行為呢個邏輯之上。2019年諮詢提出嘅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 咧，就係要將呢個邏輯從根本咁倒轉過嚟，從你有冇傷害佢變成你有冇採取合理步驟去防止佢受苦。呢個框架轉移咧，同兒童保護法嘅思路係一樣㗎。2025年咧，喺立法會嘅質詢環節第14條當中咧，立法會直接類比咗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香港法例第213章嘅保護性帶走權力，建議賦予漁護署署長咧有理由相信動物可能面對危險嘅時候咧，及時帶走動物嘅權利。而呢個設計包括適當嘅環境、飲食、表達正常行為嘅能力、適當嘅社交安排。漁護署人員喺現有嘅法例底下，唔能夠喺冇物業佔有人同意嘅情況底下進入任何處所，冇授權、冇法庭手令嘅申請權力，亦都冇辦法。今年4月，申訴專員嘅報告揭露咗一個真實嘅案例，人員反覆同一位狗主協商要求入屋視察，對方一直拖延，最後案件呢就 close 咗啦。儘管嗰位狗主親口承認自己冇狗牌，但漁護署咧只係提醒咗佢，冇任何執法後果。對比新加坡動物獸醫局嘅執法人員咧，係有法定權力進入相關處所咧去進行調查，無需物業主人同意。對比英國嘅執法人員有動物福利法授予卻強制進入權力咧，可以喺有合理懷疑嘅情況底下咧入屋搜查。香港漁護署喺冇主動進入權嘅情況底下咧，執法往往只能夠靠對方咧去配合嘅啫。呢個係政策問題。8個月後咧，法庭實際判罰嘅平均罰款係幾多呢？係1200蚊，距離最高罰款咧0.6% 都達唔到。唔單止數字低，問題更深嘅係檢控時限對於有組織嘅殘酷對待、長期虐待或者系統性嘅毒狗案呢，即係分別喺2022年至24年有54單、74宗同71宗嘅個案嚟睇咧，根本咧係唔夠時間俾執法機關咧去搜集證據。好多案件咧喺能夠追究之前咧就已經過晒期啦。比較一下，英國2021年修訂之後咧，最嚴重嘅動物殘酷案件咧，最高係有5年監禁，冇上限罰款。澳洲南澳新法最高嘅係有10年監禁同個人罰款20萬澳紙，台灣就最高5年，香港3年，沿用2006年20年未喐過。咁所以而家我哋最需要面對嘅問題其實係啲乜呢？就係政府嘅承諾同分階段修例上面佢哋嘅政治計算啦。今年5月嘅時候承諾失敗咗之後咧，第一個比較具體嘅立法表態。但係今年咧，即是2026年咧，仍然係一個好開放嘅承諾。呢個議題由2019年修例，今年會有最新發展。分階段修例 ，RB 推薦嘅途徑之一，亦都係申訴專員明確咧去指出應該要走嘅方向。咁但係咧，佢將會係一個雙刃劍嚟㗎，可以俾政府咧繞過最有爭議嘅謹慎責任，先做罰則，做咗執法權力，政治阻力最細。但問題係，如果第一階段成功咗，有冇足夠嘅政治意志去繼續推進第二階段呢？定係第一階段已經成為咗整個改革嘅終點，而唔係起點呢？呢個擔憂唔係理論層面嘅，睇睇數據就知道。英國2006年引入謹慎責任，2021年先加重罰則，整整15年時間，社會先能夠適應。台灣98年立法，07年加刑，17年先至大改，走咗接近20年。分階段改革喺國際以上咧係我哋去講香港殘害對待動物嘅介紹版啦。完整版咧，我哋會繼續用1134-211嘅框架咧去分析呢個政策議題，動物同埋由社會去承擔。
第二個選項咧就只係加重罰則，最容易做，政治阻力最細，但冇謹慎責任，亦都冇做預防機制。第三個選項咧引入謹慎責任，單單修例難度最高，因為漁農界同部分主人咧會有顧慮，設計挑戰咧頗為巨大。選項四咧就係分階段修例，而家睇嚟最可能嘅路徑，第一階段咧先處理罰則同埋執法權力嘅問題，第二階段咧處理謹慎責任嘅問題。而最後一個選項咧就係全面制定新嘅動物福利條例，徹底嘅，但立法議程咧將會係最複雜，耗時最長。喺完整版咧，我哋仲會拆解持份者嘅版圖啦、愛護動物協會嘅立場啦、寵物主人協會嘅憂慮、農業同埋畜牧業嘅反對邏輯、警方嘅執法邊界、漁護署嘅制度轉型會帶嚟啲咩挑戰，先至既能夠保護到真正需要被保護嘅動物，又唔會將一個偶爾疏忽但本質上負責任嘅主人咧送到。周經驗話俾我哋聽，呢個問題有答案㗎。咁但係答案係需要精確嘅立法設計，唔係簡單一句謹慎責任就能夠解決。各位同學喺準備 JRE 嘅考試嘅時候咧，要留意一件事。呢個虐待動物嘅政策議題唔係考你知唔知道香港法例第169章裏面而家有啲咩現行嘅措施去保護殘酷對待動物嘅行為。佢考緊嘅係6種分析嘅能力，能唔能夠同時在線。例如話，你對立法上面知唔知道？你對呢件事嘅歷史軌跡清唔清楚？呢件殘酷對待動物嘅範疇嘅執法架構係點樣？當中牽涉嘅政治經濟學係啲乜？國際嘅上面嘅做法點樣比較？究竟做出嚟嘅時候個倫理考慮係啲乜嘢？考官最唔想聽到嘅答案咧，就係政府應該要加重罰則。呢個係 observation， 呢個係 description， 呢個應不合時宜，未必係喺執法人員身上。香港同英國嘅建議係應該建立喺對制度局限嘅理解之上。呢個分析深度就係喺你 JRE 裏面，就喺你之後嘅面試裏面可以一一提出嚟嘅東西。好，講埋今日最後一件事。政策insight 咧冇辦法臨場對齊，係需要持續累積嘅。所以當考官去問你香港保護動物嘅政策嘅時候，你唔係一味就係話政府應該加強保護，你要講嘅係一個90年嘅結構性失效，係一個申訴專員提出嘅45項建議，係一個其他地方做緊嘅完整比較框架，係一個謹慎責任條款嘅明確設計要求，係一個分階段修例嘅政治比較，同埋一個唔好要淨係修改個罰則同執法權力做改革編排嘅制度。呢個差別喺面試裏面，喺 JRE 裏面，考官係冇。呢個係